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蔡老師。上幾集我哋揀咗3首七律嘅候選作品，咁今日蔡老師就要嚟揭曉我心目中嘅七律第一。大家都知道七律係一個規則好嚴嘅詩體，詩人唔可以憑自己嘅才氣隨便寫，而係要考慮平仄、押韻、對仗同埋整體結構。喺咁多限制之下，話七律係最難嘅詩體都唔過分。之前幾集我哋講解咗沈傳奇嘅古意、崔顥嘅燈黃鶴樓同埋杜甫嘅登高，呢3首詩都曾經俾唔同嘅詩論家評為七律第一。今日我哋就將呢3首詩放埋一齊比對一下，講下我自己嘅睇法。第一，沈傳奇嘅古意唔能夠擔起七律第一嘅稱號。想必大多數同學嘅古典詩歌啟蒙讀物都係唐詩300首，大家有冇留意到喺唐詩300首入面，沈傳奇呢首詩係被選入樂府詩體入面？咁係因為呢首詩嘅題目、主題同埋結構上都延續咗樂府體嘅特質，唔係七律嘅正體。首聯盧家少婦鬱金堂，可見雙妻待暮娘係齊梁艷體，含戀9月寒針吹木葉，10年征戍憶遼陽，則轉入蒼涼古意嘅樂府體。餘下句子都有詩意上嘅勾連，而唔係律詩起承轉合嘅結構。且如果按照七律能否減2個字變成5律嘅評判標準，呢首詩就冇將七律7個字物盡其用。第二，崔顥嘅燈黃鶴樓都唔係七律正體，呢首詩上半闕係用古風形式嚟寫，完全唔受律詩各種規則嘅束縛。總嘅嚟講，有3點冇遵守律詩嘅法則：一係黃鶴兩字喺全詩中重複咗3次，呢啲喺惜字如金嘅律詩中係唔允許嘅；二係平仄違規，黃鶴一去不復返一句連用5個仄聲字，白雲千載空悠悠一句用咗5個平聲，完全唔遵守律詩音律。三係含聯不復返，空悠悠冇對仗，一去與千載對仗唔工整。律詩中間2聯係必須對仗嘅，因此呢首詩雖然好靚，但由於唔符合比賽詩體規則，所以遺憾落選七律第一。想必大家已經猜到，我心中嘅七律第一係杜甫嘅登高。從詩歌主題情感嚟睇，呢首詩抒發咗詩人自身切實嘅情感，飽含自己50多年生命際遇嘅感慨同悲嘆，比其他2首更加真實動人。其次，從情景相融嘅角度嚟講，登高將個人情感同悲秋完美而不留痕跡咁融合埋一齊。秋即係1年中消失嘅季節，詩人雖然講悲秋，但實際上亦都係喺度悲緊遲暮嘅自己。最重要嘅係，七律就係七律，佢唔係樂府，更加唔係歌行。因此，沈傳奇嘅古意和崔顥嘅燈黃鶴樓都唔係七律正體。杜甫嘅登高嚴格遵循律詩嘅規則，喺全篇對偶嘅情況下，利用提平句，創造出一氣貫通嘅境界，將七律呢個充滿束縛嘅詩體改造成一種極為有效嘅抒情載體。大家細細諗諗，詩人創作出如此格律森嚴嘅詩作，一定係要經過一番設計同思考嘅。但係登高中卻難以揾到思索嘅痕跡，詩人冇練字，亦都冇刻意經營。我哋讀完之後，甚至都唔能夠第一時間發現呢首詩全篇都係對偶嘅，說明佢寫詩嘅情感同思路從來冇被七律嘅規則所打斷。可以話，大詩人杜甫靠一己之力開拓咗七律獨特嘅藝術手法。等我哋再讀一次呢首當之無愧嘅七律第一。登高，杜甫。鳳甲天高猿嘯哀，渚清沙白鳥飛回。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
登台，艱難苦恨返上賓，潦倒新停濁酒杯。